開車前收個側架，着埋車，跟住左右望，留意重心平衡，傾向左邊。可以選擇箭嘴嗰個位置紅色階磚，或者請勿兩個字嘅位置停低，視乎返有冇行人或者有冇車阻擋你視線。第一次停車後左右望，再打右燈。左右望咗冇車之後，開車前左右望，就開車轉右。左右望咗冇車之後，開車前左右望，就開車轉右。左邊如果有死車，保持打右燈，望右邊盲點區，cut 出去少少，預一對門嘅位置。接近死車盡頭之後，打左燈，望左邊盲點區，然之後 cut 返入原本嘅行車路線中間，繼續行返條路嘅中間，之後打左燈，見到虛線，望左邊盲點區就 cut 過去左邊條線，留意唔好停咗喺黃格，同埋要保持前車嘅距離，預留一架輕型貨車身位。經過左邊車閘，可以望一望，增加考官對你嘅印象。轉咗左彎之前，望一望右邊。到直路嗰陣，條路暢通，可以上山坡。有時亦都可以望下左右兩邊倒後鏡，留意下後車嘅動向。打定左燈，準備轉左。望左邊路口，確保冇車出嚟，繼續轉右。打定左燈，準備轉左。打定左燈，望左邊盲點區，然之後靠左邊學校牌停低。如果前面有車，你可以選擇喺佢後面，但預留一架輕型貨車身位距離。再做斜路起步，然之後 cut 返去原本嘅行車路線。打定右燈，停喺坑渠蓋虛線側邊，望清楚見得街冇車落嚟，
同埋石鼓街上面冇車落嚟，跟住轉入去敬德街個路牌下面個藍色交叉坑渠蓋停車。有關於打八字嘅考試流程，可以參考我哋嘅打八字教學片。上車期間，如果有車輛喺左邊停低，記得做 cut 線動作。停車之後，有時可以望下左右兩邊倒後鏡或者行人路，加深考官對你嘅印象。打定右燈，發現前面有車輛停低，喺未過地下一條虛線前望右邊盲點區做 cut 線動作，cut 右邊線，直至過晒死車之後，打左燈望盲點區 cut 返原本嘅行車路線。冇行人等候，可以直接駛過。經過嘅所有路口都望一望，增加考牌官對你嘅印象。行定條路嘅中間，然之後打左燈，喺中間條虛線之前望左邊盲點區 cut 左邊線。打定左燈，轉左嘅時候望下右手邊。預早打定右燈，過咗地下行人過路線之後，望右邊盲點區，再 cut 去右手邊貼近雙白線。停喺白色線之後，確保對面線完全冇車落嚟，就可以轉入去考場。跟返住條路嘅中間行駛，喺地下一條白線嘅中間位置停低之後，左右望。然之後右手熄匙，落側架落車，推架車去安全嘅地方後，可以入去拎成績。